英国人拢讲做公务人员是铁饭碗，真侪人烧钱要去考。不过即马去考公职人员的这个人数煞是变少。去年高考的人数剩32000多人，普考的人数是25000多人。也不过政府这几档这录取的规模算是变大，高普考的录取率也出现30档来新冠纪录。台北车头附近的南洋街，过去人拢讲是补习街，即马工课场环境的变化，加上少子化的冲击。即马补习班已经愈来愈少，对国家考试补习班的扛棒，连管大普考起薪要43000，高考55000。不过伫少年人的目睭内是无啥吸引力。我个人是已经决定以后要做什么了，所以还好。我从以前到现在走的科系不是这个，所以我不确定我现在转正法道会不会有点太临时了。根据考选部的统计，高考报名的人数为2016年开始减少，去年敢若32327个人。普考的人数搁较少，敢若剩25380个人。报名来考的热度确实是明显降低。不过因为政府扩大录取的规模，录取率颠倒增加，去年更加是创下30年来新高。高考的录取率压悬到22.89%，普考嘛有19.35%。不过公教团体烦恼讲，一流的人才无愿意入去到政府的单位，对国家的发展并不是好代志。那我对你政府的这个过去一再这个要照顾公教人员这样的承诺，其实也都打破了让这心理的契约也被破坏了。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个物质条件之外心理的向心、制度的信赖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。养老的安全也受到影响嘛，但是整体氛围、社会氛围又认为他比如说他是米虫，负面的形象出现，所以大家不愿意来，年轻人不愿意来。考选部分析这10年来高普考，讲科技业、金融业等等的产业是真发展，民间的工课选择更较多元，影响大家来考的意愿。不过高世南认为讲，公务人员福利甲太旧求水，还有对政府无信任，拢是造成来考人数减少的原因。李来希认为讲，应该提高社会地位，让民众感觉做公务人员是一件公营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